日本武士上少林寺挑衅，一把长刀耍得虎虎生风，无人是其对手。他抬腿一脚，和尚便口吐苦水向后飞去。就在方丈宣布武士胜利之时，跑过来一个年轻的小和尚，他怒气冲冲，满脸不服气。你就仗着刀快？好啊，我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。来，叶文。方丈及时拦住他，不想再多生事端。武士打完招呼就要离去，日本娘们心有不忿，于是他心生一计。他说没来少林之前，一直认为少林功夫很高。没想到今天见识了，却如此不堪一击。大胆！本是一个简单的问候，却被他翻译成了辱骂。眼看和尚生气，他更是添油加醋，互相说着对方的坏话。作为全场唯一一个会2国语言的娘们儿，她凭借一番假翻译，成功引起了和尚和武士的撕逼大战。武士恼羞成怒，拔刀指向方丈。那名年轻的扫地僧提棍迎战。小和尚不敌，倒地不起，好在他的师傅及时出手相助，于是一场较量再次展开。没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扫地僧才是真正的高手，只用几招便将日本武士打得吐血。说到底，这场纠纷全拜那个娘们所赐。所以说啊，多读书，多看报，学好知识，走天下呀。